各位家長，只需5分鐘，帶你掌握最新學界動向。香港學生人數大反彈，高才通帶動回升，名校入學競爭直接升級。400年英國老牌名校進駐西九龍，主攻跨境高才。2027 283大熱門國際學校申請時間表，升大學必備5到6月免費諮詢詳情。第一個消息，根據教育局4月28號公布嘅最新數據，香港學生總人數已經反彈，回升到740819人，2年內淨增長超過7200人。點解會有呢個好成績？主要因為高才通等人才計劃，好多非本地人才帶住小朋友來港，補咗本地出生率下降同移民潮造成嘅空缺。但與此同時，國際學校同名牌直資學校嘅入學競爭，都會因為呢批新來港學生變得更加激烈。家長們要早做準備啦。第二個消息，英國有超過400年歷史嘅聖彼思公學決定落戶西九龍，同私立安基斯學校合辦預科書院，仲會將御金國風商場改裝成校舍。呢間香港聖彼思公學係本港首間專注 IGCSE 同 A-Level 課程嘅獨立預科書院，提供 Year 10至 Year 13年級課程，而家正在等教育局審批註冊，預計2027-28學年正式開辦。校舍規模佔地6萬平方尺，2層高，有18個課室、5個實驗室，仲有電腦室、舞蹈室、健身室等設備。學習環境好完善，學費預計每年要20萬港幣。校方分享，校舍鄰近高鐵站，方便深圳同福田嘅跨境學生，可見國際學校市場正不斷向內地高端生源傾斜，未來本地入學競爭同學費可能會再升。嚟緊呢個消息，各位家長留意啦！各間國際學校嘅入學申請時間唔一樣。今日我整理好2027-28學年3間香港熱門國際學校入學時間表，幫大家早啲規劃好子女嘅升學路向。第一間漢基國際學校 CIS 9到10月有強制性簡介會，10月1號截止網上報名，10月至翌年2月學前班面試，Year 1、Year 13年級面試加筆試，翌年3到5月公佈錄取結果，6到8月確認學位，辦理入學手續。另外5到6月 CIS 會不定期舉辦小組諮詢會，需官網預先登記。第二間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CDNIS 9月開放全年級申請，11到12月面試加筆試，翌年4到5月公佈錄取，6到8月確認學位，辦理手續。第三間英基學校協會 ESF 9月開放中央招生，10月至翌年3月入學評估同面試，翌年3到4月公佈錄取，5到8月完成學位確認及入學流程。家長子女其實未必一定要出國，香港都有世界級大學。最後，升學諮詢活動俾大家參考。第一，香港科技大學會喺5月23號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同6月6號佐敦拔萃女書院分別喺港島同九龍舉辦開箱科大入學路活動，有主題講座、Pre-U 體驗工作坊同入學諮詢，中3至中4嘅學生仲可以免費參加試堂，而家已經可以網上登記，連結喺資訊欄。第二，考試就快結束，多間本地大學從5月起會舉辦課程諮詢日，比如教育大學5月23號下午1點到5點會喺大埔校園舉辦本科課程諮詢日，方便考生了解課程同收生要求。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！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國際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升學動態。下次見。